前一站，民众小买 ETF0094今仔正式挂牌，也毋过落破当初买的10块，成交量嘛超过55万张哦。针对0094挂牌表现，金管会主委黄天宝表示讲，尊重市场的机制。 真受外界注意的关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初二，以净值价9块9角钱正式挂牌就市。虽然一开盘出现小红的局势，也毋过随之震动行盘，上价捌盘到9块8角，盘破10块的新高价。虽然盘后收线，股价也慢慢回升，也毋过交易量继续补充，成交量已经突破55万张。主要就是股息啦，对那。 我觉得一开始有卖压，应该大家会恐慌吧。本来就是像这种基金类或者是期货股票，本来就是有涨有跌嘛。那就是我觉得静观其变。0094是3月11展开募集，短5天就募集1752亿，创史上台股 ETF 募集规模上大纪录。到3月29为止，人数达到708368人。 根据关大投信公布的50档成分股中，前10大依次是中盈，持股占比达到9.31%上侪。过来就是新商、联电、中美晶、和硕、联发科、日月光等，只是前10大成分股早盘拢定系走盘的局势，其中日月光波幅上重，有超过5%。 原本市场上一些要搭 ETF 轿的投资人，也老早就已经上车了，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一些 ETF 的高股息成分股欠缺买盘的这个支撑，所以变成挂牌之后呢 ，ETF 会有净值这个下滑的一个情况。我想我们就尊重市场机制吧，我们希望行销上面就是要让投资人确实了解。 通路上也要做好 KYC， 交易所这边会对整个市场、整个在风险管理上机制的演绎。分析师认为，高股息 ETF 诉求的是长期投保了后有一个稳定的股息。那台股行情袂歹，即个高股息公司股价也会跟咧大盘指数去。 才有趁价差、趁股息的机会产生。另外，台股早盘以小期25点开出了后，伫台积电等大型宽达股甲团产金融股的协助之下，捌大期超过90点，相关达到20387点。也毋过盘中台积电 AI 股价拄着卖单调节，加上清平廉价的比较啊，市场尾盘转为保守，大盘由红翻乌，呈现震动的局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